有着日本熊本市议会议长田中敦人带领6名的访问团成员，上午拜会台南市议会，有着副议长林志典甲侪位议员共同接待。副议长林志典致辞时，首先对着这个月初石川县的大地震表示关心甲慰问。另外，针对2017年熊本市议会举办第3届台日交流高峰会，熊本宣言全面支持台湾对国际社会贡献，表示感动。台南市议会要对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在本月1日发生7.6地震，表达本会深切的关心及慰问之意。2017年时，熊本市议会所举办的第3届日台交流高峰会，当时发表熊本宣言，全面支持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至今仍记忆犹新，非常感动。副议长林志典进一步表示，因为熊本的半导体产业发达，一直有日本的四股称号，加上台积电熊本厂嘛将伫今年底来开始量产，整个产业甲台南科学园区类似，因此双方伫农业、环保甲科技等领域嘛互相来交换意見。熊本市議会を代表いたしまして一言ご挨拶を申し上げます。请代表熊本市议会向各位致意。改めまして、林副議長はじめ、台南市議会の皆様には、熊本市議会代表団を快く受け入れていただきまし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首先感谢林副议长带领台南市议会的各位，让我们来这里参访。また、8年前の熊本地震の際におきましては、多くの支援をいただきまして、おかげさまで、この熊本は復興の道を歩くことができておりまして、多くの市民が以前と変わらない生活を過ごすことができております。8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我们受到许多人的帮助，在此致上谢意。熊本目前复原情况良好，多数的市民也已经回归日常生活，非常感谢。因为台南市议会将伫今年7月要来举办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会长副议长林志典嘛诚恳地邀请熊本市议会议员到时做伙来参加。最后双方嘛并且互相递上纪念品，并且做伙来翕相留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